是赶紧来关心，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本来按算2礼拜后要见面，即马强强冻点。郭台铭先生他已经跳脱蓝绿了，他已经无党一身轻了。很多以前没有办法见面的老朋友，其实现在都可以陆续安排见面。为什么要见面？是因为基于他的大方向，他很希望说在国会上能够有比较大的力量去推动他想要推动的政策。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大家见面聊一聊，真的是无可厚非。只不过呢，释放这样的消息出来之后，很多这个铁锅粉哦，他们其实还蛮担心的，然后情绪比较激动，至少有500人都已经退团了。那早上郭台铭先生知道这样的消息之后，他觉得很心疼，他也觉得很不舍，因为这些都是支持他的力量，他希望这些支持他的力量能够永远当他最强的后盾，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这么支持他的人，对于这个会面有想法、有意见，他觉得没有很重大的议题的话，吴郭会可以暂时不要碰面。韩国瑜先生对于中国的态度也一直没有办法说清楚。那这2个很大的问题是隔阂在这个郭跟韩之间的，那一直没有办法处理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2个人会面摆在现在的首要之务。可是目前韩正英好像认为这几个条件有点太过于严苛了。为什么会严苛呢？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会严苛因为对我们来讲也没有这个见面的必要啊。那既然没有见面的必要，他认为这个条件做不到的话，那其实就没有见面的必要。